今仔透早，金门马祖地区由原是大雾影响到金门机场的航班暂停起降。这款高大雾的天气，预估会维持到拜三为止。另外，今仔日开始到拜日，各地拢是好天烧热的天气。到拜三，方面通过，水汽又会增加。 开车伫路的头前是白茫茫，拢予大雾打掉咧。气象署礼拜透早对马祖甲金门发布高雾的特报，早起出现能见度无到200公尺现象。金门机场早时7点宣布航班暂停起降，一直到9点41分才恢复。总计9架次航班受影响。也若高雾达到的情形，拍乱航班的情况，有计继续到23。我的现在心情，小时候已经是请假了5天了，那现在。 觉得好热了，现在已经延迟2小时了，我们现在都没办法起飞。现在大家都在等，看这么多人起飞。8月假日无落雨时阵，西门町游客来踅街。气象署预估21到22水汽减少，台湾各地尤其是北部甲中南部上高温会到36度，东南部地区有可能会有小风发生。不过对23方面通过水汽增加，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，也是雷雨。 一直到25、26，水汽由原较细，北部、东北部感受会较凉，中部以北甲东半部、恒春半岛拢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可能。那23号之后的降雨其实都会是比较偏多，而且降雨几率也是偏高的情形。至于在25、26号，则是受到东北季风影响，甚至会有华南云雨区移入台湾，因此水汽也都会是比较偏多一点的状况。整体天气系统变化快速，未来1礼拜无雨的时阵，天气较翕热。 会记得最好防晒日头、补水，预防热伤害。局部地区落雨时，可能会是有剧烈天气的情形，像是江顺风也是会弹雷公这情形。民众出外时阵会记得早一个雨伞号码备用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